劇場創作、項目製作、視覺藝術、影像設計、遊戲概念，再加埋音樂創作，呢啲嘢完全好似唔拉楞咁樣。但係我今日訪問嘅呢位嘉賓咧，佢好犀利，佢樣樣嘢都駕馭得到。佢就係演藝學院畢業生，亦都係跨媒體創作人悶業。我今日就要開佢個腦，了解下佢點解可以做得到呢啲所有嘅嘢嘅。歡迎晒 Moon，你好啊！你好啊！跨媒體藝術創作人，你嘅作品係好多範疇嘅。咁你當年都係演藝畢業啦，冇錯。我可以係你嘅師兄嚟咯，應該。梗係啦，係嘛？不過大家唔同 school， 係你嗰陣時係讀呢一個School of TA， 即係而家嘅 School of TEA。冇錯。係啦，即係呢個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冇錯。係啊，其實當中出咗好多優才生，好似你咁啦。你讀書嘅時候已經係 first on 嘅喎。哦，係嘛？努力同努力。我 check 咗㗎，所以出到嚟咧有咁多好嘅作品，你又有做演唱會嘅創作啦，藝術舞台嘅創作啦，仲有啲咩我講漏咗㗎？我有做音樂嘅。音樂係有做音樂，自己創作係有幫，除咗自己，我有自己夾 band 啦，有自己夾 band，咁亦都有幫一啲舞蹈去做一啲音樂，咁跟住一啲舞蹈嘅即係音樂跟住舞蹈去另外世界各地去做一啲演出都有嘅。哇！即係其實你嘅創作係乜嘢都有喎，但係你嘅創意係點樣開始嘅咧？創意嘅開始，我諗係要留意生活。所有嘅事情係啦，即係你係要將所有你喺個生活環境裏邊發生所有嘅事情，你都要有一個高度嘅敏感去接收，將佢擺落去自己好似一個 library 嘅一個感覺咁樣。咁然之後去到有一啲你需要去揾靈感啊嘅時候，你去 recall 翻你對嗰啲事情嘅感應出嚟，你個形態係好唔同噶嘛？即係譬如話，我記得有一年你做容祖兒演唱會嘅一個創作，當時你係做咗邊方面嘅創作嘅喺個演唱會嗰度？一個總括嚟講係做舞台美術啦，舞台美術創作係啦，成個舞台嘅設計啊，或者佢一啲場景嘅調度嘅可能性啊。點樣去幫整個演唱會個流程説故事咧？你做嘅創作咧，其實係完全唔同類型嘅form 噶嘛，即係譬如話舞蹈藝術，你可能使唔使同啲 dancer 傾一輪偈？你做演唱會，你就要同位歌手又傾一輪偈咁樣嘅咧？我諗喺唔同嘅創作範疇裏邊咧，佢離唔開就係與人溝通啦。嗱，與人溝通咧，我哋係本質上係同兩類人溝通嘅啫。一類咧就係接收者，即係觀眾或者一啲嚟睇展覽又好，或者嚟聽你嘅音樂嘅所有嘅一啲受眾，即係指全部你可能要分享嘅人。另外一類人咧就係你自己，即係溝通，你點樣去同人哋溝通？你所有嘅創作其實離唔開一樣嘢，就係你點樣去做一個所謂嘅一個作品。唔同媒介都好，唔同手法都好，點樣去同人去作出一個溝通？咁你首先你要同自己溝通，再同人去溝通。所以你頭先講嘅嗰個溝通，如果係咁樣，如果喺呢個前設底下，其實 dancer、演員、導演、監製，身邊嘅所有出現過嘅人，街市行過見到一個阿姐搭的士嘅時候。嗰位司機咁又或者去到快餐店，你同緊好多唔同嘅一啲服務員，你都會有一啲溝通。我哋就係喺個生活上面攞最多嘅同唔同人嘅溝通，去攞緊一種同人嘅連結嘅一種感受。當年咧，你讀演藝學院返學嘅時候咧，其實係要上啲咩堂嘅咧？嗱，我當年咧，我嘅本科咧就係叫做舞台佈景及服裝設計。咁好似顧名思義，就係去設計一啲舞台同埋服裝嘅元素嘅擺落去個演出度。咁但係其實我哋喺個過程裏邊咧，佢有好多一啲理論課啊，甚至乎係大家好驚嘅歷史課都要上嘅。我記得我以前讀書都要上啲歷史課嘅，係啊，同埋啲藝術歷史嘅嘢。係啊，人文學科啊咁樣。
咁如果你因為我哋再翻去本科咧，我哋仲有建築歷史啊，仲有服裝歷史啊，呢啲全部都係要讀㗎。但係呢啲歷史全部都係幫助到我哋日後嘅一啲創作嘅，我覺得。冇錯，即係你去認知，去點解呢一個形象，或者點解呢一個舞台嘅空間，點解佢係會咁樣樣嘅咧？佢係嚟自啲咩嘢咧？除咗生活之外，原來我哋仲需要有一啲人類歷史啊，或者人類嘅藝術嘅一啲元素或者因由，去支持我哋去做創作同埋去審視咁樣。你最中意上咩堂咧？咁樣？我諗其實我所有堂都中意上嘅 ，OK 嘅。乖學生係但係雖然多口，但係就乖。中意上堂。我係一個曳學生，但係咧就係我係高分嘅曳學生，已經係屈機啦。係我係一個好高分嘅曳學生嚟。好屈機。咁就係因為你咁愛你嘅即係工作，你咁中意創作，所以其實每一個科目每一個堂你都好享受咯。當時係我呢個我唔係作嘅，我唔係假嘅呢樣嘢。我諗我嗰陣時係我真係好中意讀書，好中意呢一科。我嗰陣時係真係我甚至乎係中意嗰樣嘢係大過就係我本科呢件事情本身。我好享受，我知道原來以前人類以前歷史裏邊一啲前人點解佢哋會有咁嘅想法。我覺得我知道咗呢樣嘢，我覺得我好開心。我冇咁功能性地去諗，我知道咗呢個想法，佢點樣去幫我做創作？只係純粹地，我覺得我知道咗，原來呢件衫個設計係基於某一啲嘅社會嘅環境，所以導致件衫會係咁嘅樣嚇。甚至乎去到近代原來會有某一啲嘅，即係我哋成日講咩主義、物主義嗰啲咧。原來人類歷史裏面發生咗嘅一啲事情，佢會影響住唔同年代嘅創作人同埋藝術家佢哋嘅想法，導致到佢哋創作咗唔同嘅作品出嚟。而嗰啲作品係會可以感動到人嘅。我係好中意見到一件咁嘅事情。咁如果翻去自己嘅學科裏邊，其實好多除咗係認識歷史啊，或者一啲基本嘅所謂設計理論嗰啲課，其實學校裏邊係有一啲我自己係好中意嘅一啲科目咧，係大部分係同佢係尋找自己創作空間嘅呢個範疇有關。譬如有一啲叫做舞台美學。其實我哋嗰時讀英文嘅科目，咁即係佢係叫做 design methodology。咁我唔係好清楚點樣去翻譯做中文啦。咁但係佢嘅課程裏邊其實就係去通過唔同嘅一啲劇本，一啲可能係一啲偉大嘅劇作家嘅劇本，或者有陣時可能唔係話劇嚟嘅，有陣時可能係一啲好著名嘅一啲舞蹈嘅作品。咁你通過係有一個咁樣嘅原本嘅一個咁樣嘅作品啦，你再重新用一個舞台美術設計師嘅角度去重新演繹呢個作品，究竟你會點樣去演繹呢？咁喺嗰個時候，其實你會擺咗將自己個 role， 咁佢都係鼓勵大家係將自己個 role， 將自己變成咗你係一個導演嘅話，你會點諗？你係一個演員，你會點諗？你係一個舞蹈家，你會點諗？或者譬如我本科我係做緊讀緊設計嘅舞台設計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又用音響設計嘅角度去，你又會點諗？咁或者燈光設計咁樣，咁其實喺呢啲尋找創作空間嘅過程嘅課程裏邊咧，你係有一個係好容易就係會將自己擺咗喺唔同崗位裏邊去審視緊同一個作品究竟應該係點樣形成咧？我覺得喺課程裏邊佢有呢啲咁樣嘅元素咧。係令到你再去更加了解，所以演藝學院係俾咗好多空間，亦都可能俾咗好多老師好多唔同嘅課程，去到引領到變成今日嘅阿 Moon 可以有咁多唔同嘅創作。都係。若果睇緊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咧，佢哋想做你嘅師弟師妹咧，你有啲咩意見俾佢哋咧？首先要揾到自己相信嘅一啲內心聲音先。即係其實你係咪有一啲嘢想講想做？係咪有一啲信念你係相信嘅？你想透過創作一啲作品去幫你表達，或者去連結一啲人去做一啲分享。
咁第二就當然係你個心性上，你可能要有一啲有一份堅持啦，要捱得啦嚇。當中你要面對嘅好多限制係講唔出咁多。咁概括咗呢兩樣嘢嘅話，其實你去尋找你嘅夢想之路咧，咁樣。我準備咗啦，我準備報名，再次讀書同埋做你嘅師弟。好啊，你由我師兄變成我師弟係歡迎。係啊，我下次訪問你嘅時候係你嘅師弟嚟㗎啦。好啊，多謝阿妹咁話，一於咁話。Thank you。